新年甲升级的敬拜，另外咱应该来感恩学乐，要来到上帝面前，感恩学乐要来到上帝面前，所以咱来用感谢是我天父，我感谢你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天父，我感谢你。 感谢你，哦，我伫天命的天命，我深深感谢你。为着什么感谢？就是刷的第二首的第二首才会讲，感谢主拯救我灵魂，感谢主救我免沉沦，感谢主白白收拾我丰丰富富奇妙的救恩。咱大基督徒1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，有可能拢说变做。 规本的啊，我就是基督徒，我就是修圣经的教师，我就是礼拜，我伫圣殿来敬拜。兄姊妹，要提醒咱常常通一摆一摆，伫遐思想，毋是要记你打一个歹，是要思想，讲咱的当时上帝安怎样拯救咱，咱安怎样要进入了中间，上帝怎样拯救咱，上帝怎样。 你咱，互咱袂收拾咱遮尔丰富的文件，遮尔奇妙的救恩。OK， 来，咱搁一摆，来这个首演出来唱。对头，要我感谢你，要我感谢你，哦，我的你的你，我真真感谢你。 Amen.
会阿妹妹，阿妹，真正是安尼。所以咱常常伫咱的心中的路程，真正爱常常来想，咱怎样互相的来救咱免沉沦，怎样拯救咱迄个本来是该沉沦的灵魂得到救，个煞接伫咱信主了后，伊安怎样带领咱，互咱有丰富的恩典哦。感谢主啊！总是咱有缘，逐真就是需要主伫咱的生命中间。14月31日，圣乐队去退休会的时阵，咱的上来感谢有互你牧师带念修诗，讲我需要有你伫我的生命中。所以，确定啊，咱的上来感谢，敢若无解决回家，后面哦。这首诗歌就是12月31日，咱的上来感谢来伫教会献诗的，因讲因了足有感动的咯。安尼好，真好，咱今日要来用这首诗歌。主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啊，互我为你存看你旨意。我要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，做路一个光，正做予我头前的灯。主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互我为你勇敢向前行。因为我知有时我也会软弱，求你引带我，互我袂搁行去。我需要有你伫我的生命，互我一生为学你的款式，互我袂成做你所欢喜的儿女，互我的生命为你荣耀你生命。上尾这句就是基督徒一生介大的任务甲上重要爱做的事，就是互我的生命为你荣耀你的生命。这是咱真正基督徒介重要一项事。凡事所做，就是要荣耀你的生命。来，咱对头开始。无用语言道路，到落尾，咱通讲咱的生命